國務院總理李強喺啱啱發表嘅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15+5時期國家發展嘅重大戰略任務之一係着眼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加強原始創新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15+5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充分體現咗國家對香港喺未來科技強國建設中發揮更積極作用嘅殷切期盼同堅定信心。特區政府日前正式公布用地招標結果嘅沙嶺數據園區，將會為特區創新科技發展提供不可或缺嘅算力支撐。歷經2年幾嘅精心籌劃同部署，特區政府日前正式公布沙嶺數據園區用地嘅招標結果，由香港潤光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以5億8100萬元成功中標，批租期係50年。呢個總面積大約116365平方米嘅項目正式上馬，標誌住位於北部都會區嘅算力樞紐建設進入提速階段。唔單止為北都嘅長遠發展注入強大動能，更加成為香港人工智能 AI 發展史上一個重要嘅里程碑，充分展現本屆政府高瞻遠矚嘅戰略眼光，同埋積極對接15+5規劃發展藍圖，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嘅決心。AI 被公認為驅動未來經濟嘅核心技術，佢嘅發展深度依託於先進嘅算力基礎設施。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喺2023年嘅施政報告已經果斷宣布將沙嶺用地改作創科用途，其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迅速展開部署，進行市場意向調查、土地改劃程序，並且喺舊年第4季正式啟動招標。從規劃到成功批地，成個流程僅用咗大約2年半，大幅壓縮傳統嘅土地發展時程，充分反映現屆政府只爭朝夕、高效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嘅目標。呢種高效唔單止回應咗香港對發展新質生產力同創科產業嘅迫切需求，亦都為未來北都其他創科用地嘅開發樹立咗優質嘅示範。從經濟效益嚟睇，沙嶺數據園區項目正式落地，將為香港帶嚟顯著而且長遠嘅貢獻。中標公司除咗要付出5億8100萬元嘅中標價，仲承諾喺42個月內開始營運園區。由開發至投入營運嘅首3年，累計投資規模估算高達238億元。項目預計總樓面面積達到25萬平方米，其中88%將會用於高端數據中心用途，確保咗土地資源能夠聚焦核心產業發展。喺經濟產出方面，單係營運嘅首3年，預計就可以創造大約46億元嘅經濟貢獻，並且提供大約180個技術性崗位，有助於培育本地創科人才，優化本港嘅就業結構。項目帶嚟嘅經濟效益固然亮麗，然而最為深遠嘅影響，莫過於對香港整體算力水平嘅巨大提升。預計去到2032年，沙嶺數據園區可以提供高達每秒18萬千萬億次浮點運算嘅算力，相當於目前香港算力總量嘅36倍。呢種龐大算力勢必徹底改變香港過去數據基礎設施滯後嘅格局。生產力局主席陳祖恒明確指出，沙嶺數據園區嘅規劃正正回應業界對高端數據中心同先進算力設施嘅迫切需求，對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起住決定性嘅推動作用。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進一步表示，沙嶺數據園區將會成為區域嘅算力樞紐，服務對象嚟自香港、大灣區同埋周邊地區。我認為呢個對於深化香港喺區域數據基礎設施同埋跨境數據流通嘅領先優勢，推動數字經濟同智慧城市發展，具有決定性嘅戰略意義。今次沙嶺數據園區招標嘅另一亮點係由以往價高者得，轉向採用產業綁定嘅雙信封制評審方式。雙信封制將投標者嘅非價格建議同價格建議分開評審，分別佔評分嘅70%同30%，
意味住政府唔再單純着眼於賣地收益，而係更看重投標者能唔能夠為香港產業發展帶嚟實質貢獻，包括投資規模、創造就業、算力提供以及過往營運經驗等。呢種安排確保最終中標者必須係能夠真正帶動產業發展、具備戰略價值嘅領頭羊，而非單純出價最高嘅財團。政府未來喺北都其他產業用地應該更多採用呢個模式，確保落實產業先行嘅理念。對於今次招標只係接獲一份標書，社會上有意見擔心項目嘅發展質量或會因此受影響。從客觀層面睇，之所以淨係得一間公司入標，應該係同政府對入標公司嘅相關經驗同開發能力都有極高要求有關。今次中標公司嘅最終控股公司係內地嘅潤澤智算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集團2015年喺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並且喺河北省廊坊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一共22棟高等級雲計算數據中心，數據機房總規劃面積達到100萬平方米。佢嘅產業園區潤澤國際信息港更加被列入河北省12.5同13.5重點規劃。背後有咁雄厚嘅實力同亮麗嘅成績支持，沙嶺數據園區未來嘅發展值得期盼。值得注意嘅係，成個沙嶺數據園區11公頃土地當中，只係有大約2公頃係政府已平整土地，其餘9公頃係山坡用地。中標者需要投入巨額資金進行平整同建設，技術能力、財務實力同營運經驗缺一不可。喺咁高嘅門檻之下，能夠吸引到具備相關豐富經驗同雄厚實力嘅行業領軍企業參與，足證內地龍頭企業對香港創科前景嘅信心有幾大。正如李強總理所講，發展新質生產力係高質量發展嘅內在要求。沙嶺數據園區項目今次成功批地，係特區政府精準策劃、高效執行嘅典範。佢唔單止回應咗 AI 時代對算力基礎設施嘅迫切需求，更加通過創新嘅雙信封制，確保咗項目質量同產業導向嘅緊密結合，為北都長遠發展奠定咗堅實嘅算力基石。喺國家支持同埋特區政府有為施政之下，沙嶺數據園區將為本港創造更多創科新機遇。創科產業成為本港經濟增長嘅新引擎，令全港市民受惠，指日可待。